大家好啊，歡迎大家嚟到 T&L 投資頻道。今日有隻非常之 juicy 嘅股票同大家分享喎。呢個股票咧，大家咧如果有留意娛樂版咧，應該對呢間公司咧不陌生噶啦。呢隻股票咧，其實就係德信集團0242啊。呢啲公司咧，其實咧就應該係好出名嘅。點解咧？因為佢係隸屬於何家噶嘛。咁啊，我諗每一個香港人對何家都好有認識噶啦，尤其是何家嘅千金啊，何超瓊小姐啊，一個妥妥嘅愛國商人啊，曾經榮登香港最大女富豪，成為香港最有錢嘅女人啊。咁但係咧，江河日下喎，原來德信集團嘅股價咧，由最初嘅好高幾百億市值，原來近排已經跌到得翻唔夠20億嘅市值啦。咁究竟呢隻股票出現咗啲咩問題咧？仲值唔值得投資咧？會唔會可以俾我哋執到平貨咧？跟住落嚟，我就會同大家一齊去剖析呢隻股票噶啦。本片純屬個人分享同教育用途，並非投資建議。本人並未持有任何相關牌照，投資一定有風險，盈虧請自行承擔。詳細免責聲明，請參閱資訊欄。T&L 幫你睇清市場機會。咁唔講你唔知啊，其實德信集團咧，原來開頭咧就唔係何家持有嘅，係由霍英東先生創立嘅。咁啊，以前咧香港過澳門咧唯一途徑咧就係喺上環搭船過去噶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咧呢條去澳門嘅專利航線咧係德信集團嘅發展基礎嚟嘅。咁啊，好多年前德信集團已經上咗市噶啦。咁啊，股價又高又低，又高又低啦，係咪？咁曾經升到上幾百億，但係近排就碌翻落嚟20億都唔夠啊。咁近排咧仲話連續幾年虧損啊。最近一年啊，雖然蝕少咗，減少咗呢個虧損，但係咧都仲蝕緊4點幾億啊！咁冇計啦，近年就疫情啦，再加上何家咧，其實咧喺近年咧好多新聞咧都係不利嘅，又加上可能又同一啲唔係太過正氣嘅人合作啦，咁啊搞到好似佢哋家族形象咧都唔係咁好啊！咁可能呢啲都係影響到股價啦。再加上咧近年咧其實咧何家同基金嘅關係咧都係麻麻地嘅啫喎，咁啊乘住呢個疫情嘅打壓啦，少咗人去澳門玩啦，同埋中國同香港嘅經濟咧都走下坡，其實澳門咧嗰個經濟咧都受到好大嘅打擊啊！咁所以德信集團咪令到大家都冇乜投資信心咯。但係今日我會同大家講，其實咧可能資金已經睇漏眼啦，因為德信集團真係爛船都有3斤釘。你話佢蝕緊4.7億，佢淨資產有307億，佢嘅總資產有502億，即係話要蝕100年先蝕晒佢而家嘅資產啊！最恐怖係佢淨資產有307至327億，即係呢個係因應可能各樣資產嘅波動啦。咁最起碼都有307億啦，比起佢而家得個10幾億嘅市值，資產淨折讓 PB 啊係得0.06啊，0.06 PB 啊，真係賤個地底嚟嘅。簡單嚟講，你攞6蚊可以買100蚊嘅嘢啊，一折都冇啊！咁你會話啦，喂，咁樣蝕法都唔掂嘅喎。但係我想講，其實咧佢嘅經營現金流咧係冇蝕錢嘅喎。上年嘅經營現金流咧仲有增長添，經營現金流係27.78億啊，增加咗9億啊，即係比上年已經好咗好多嘅生意。咁你會話，喂，咁佢點解會蝕錢嘅？無他嘅，集團咧有太多物業啦，亦都好多嘅酒店，冇錯。咁啊，澳門嘅酒店啊，可能真係供應過剩啊，加上咧酒店咧通常都會有個折舊嘅。另外咧，佢有啲物業咧都可能個估值要重估啊，商業大廈嘅估值有重估啊，咁令到咧佢喺個 book value 上咧真係有資產重估嘅虧損嘅。咁但係唔關佢做生意事噶嘛，啲嘢估值低咗啫嘛。咁經濟好嘅時候，啲估值咪會升翻上去咯。咁咪即係會係一個盈利嘅大爆發咯。咁唔知幾時噶咋？嗱，好多人會問咧，喂，咁其實咧德信集團咧會唔會好似新世界咁，又有流動性風險，又資不抵債㗎？頭先都講啦，其實佢有502億資產，咁淨負債咧都係得個160億嘅啫。加上咧佢而家個戶口裏邊有96億現金，咁如果你計淨債嘅話，爭人哋60億啫嘛。用佢2年嘅經營現金流已經無數㗎啦，冇爭人錢㗎啦。其實睇股票咧好多時咧真係要睇下佢係咪一個現金流好穩健、好強勁嘅公司。咁德信集團就一定係呢啲咁嘅公司。加上咧近年咧有好多好嘅消息啦，香港嘅樓市啦開始企穩啦。咁我相信咧短期內咧內地嘅樓市咧都可以開始止跌，咁澳門咧我諗跌極都有個譜，可能仲會反彈添。再另一個收入嘅來源咧就係澳門嘅酒店啊。咁德信集團咧近排都有個新聞出咗㗎啦，個 release 咧就係咁澳博旗下嘅賭場咧會攞多2至3億嘅資金咧去買佢嘅酒店，咁啊買翻啲房咧吸引多啲嘅賭客咧喺佢嘅賭場咧進行博彩嘅。咁當然啦，呢啲係利好佢嘅業務，亦都係妥妥咁幫佢增加現金流啦。咁背靠住大型嘅賭業就有呢個好處啊嘛。咁其他嗰啲萎縮緊嘅投資業務啊，嗰啲只不過係 minimal 啦。咁啊，另外你話可能以前嘅本業運輸，可能嗰個航運啊、郵輪去澳門啊嗰啲，其實大家都已經當冇咗㗎啦。咁但係都唔會淨係得返20億唔夠啊嘛。嗱，我唔理㗎啦。其實我咧就覺得咧，其實何超瓊咧特登令到佢股價下跌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咧而家資產淨值咁折讓咧，佢只要攞1/10隻價錢出嚟，可能已經可以賺10倍嘅資產。因為而家嘅資產淨值係307億，而佢可能話攞30億出嚟私有化，其實股價已經可能升1倍㗎啦。咁啊呢樣嘢值唔值得憧憬？咁啊你哋自己考慮下啦。咁啊中意睇娛樂新聞嘅朋友，不妨留言再一齊討論下其他八卦嘢或者對呢隻股票嘅睇法啦。